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2月23号。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第7节到18节，23节到29节，加拉太书第3章第6节到1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成为祝福。基督徒的呼召是什么？犹太人呢就会跟你说就是我们呢这些选民呢，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能蒙福得救。但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并非如此。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当然是要赐福给他，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要亚伯拉罕成为众人、世人、所有人，甚至说是万民万族的祝福。犹太人似乎是忘记了，或者是他们刻意的忽略了。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第7节到18节，23节到29节记载了上帝的旨意。在我和以色列人一起漂泊的年日里，我从来没有问过我所招来牧养我子民的领袖，为什么不替我造一座香柏木的殿宇？因此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你在田野放羊，我把你召出来，立你做我子民以色列的王。你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与你同在。我击败了你所有的仇敌，我要使你跟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齐名。我为我的子民以色列选了一个地方，把他们安顿在那里，使他们不再受压迫。自从他们住进了这块土地，他们不断地被强暴的人攻击，但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我要使你太平，不被任何仇敌搅扰，也要赐福给你的后代。你死后跟祖先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立你的一个儿子做王，使他的国强盛。他才是为我建造圣殿的人。我要使他的朝代继续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他若做错了事，我会处罚他，好像父亲处罚自己的儿子。但是我不会收回我对他的爱，像我收回了对扫罗的爱那样。我把他废了，立你做王。你永远会有后代，你的国将永远坚立，你的王朝永远存续。拿单把上帝向他启示的每一件事都告诉大卫。大卫王进了圣幕，到上主面前坐下祷告说：至高的上主啊，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真是不配得，我的家族也不配得。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你救以色列人民脱离奴隶，使他们做你自己的子民。你为他们做了伟大奇异的事，使你的名声远播全世界。你从埃及释放出来的子民，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把异族和他们的神明赶走了。你使以色列永远做你的自己的子民，而你上主啊，你做他们的上帝。上帝啊，求你实现你为我和我后代所做的应许，求你永远按照你所说的话行。愿你的名永远被尊崇，愿人民永远称颂。上主万军的统帅是以色列的上帝，你要世世代代巩固我的王朝。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啊，我大胆的在你的面前这样祷告，因为你把我
这一切向你的仆人启示出来，告诉我你要立我做我的后代做王。至高的上主啊，唯有你是上帝，你永远信守你的诺言。你对我做了这样奇妙的应许，现在求你乐意赐福给我的后代，使他们继续享受你的恩惠。至高的上主啊，你已经应许了，愿你永远恩待我的后代。保罗在写给加拉太地区基督徒的书信当中提到亚伯拉罕的呼召，借此保罗也清楚地提到基督徒的呼召与责任，这样让我们在建立建堂过程当中的三峡教会同工兄弟姐妹得到提醒。建筑礼拜堂不是我们的目的，这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要成为宣讲的工人，成为使人得福的仆人，才是基督徒受呼召的目的。加拉太书第3章第6节到14节，保罗这样说道：正如圣经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信上帝，因他的信，上帝认他为义人。所以你们知道，有信了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圣经预先看到，上帝要使外邦人因信而跟他有合一的关系，所以早已把这个福音传给了亚伯拉罕，说万民都要借着你蒙上帝赐福。亚伯拉罕信了，而且蒙福，这样一切信他的人也要跟他一样的蒙福。以遵守法律为凭借的人都活在咒诅之下，因为圣经上说，凡不事事遵守法律书上一切规条的人都要受上帝的诅咒。可见没有人能够靠遵守法律而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因为经上说，因信而得以跟上帝有合一关系的人将得生命。但是法律并不是以信为凭借的，而是像圣经所说的，那遵守法律的将因法律而存活。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咒诅，借此救赎我们脱离了法律的咒诅。因为经上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人都受上帝的咒诅。基督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泽，这样我们就能借着信而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愿意诚心实意地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使众人蒙福的仆人。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卑微的婢女。从今以后，万民将称我有福，因为大能的上帝为我成全了大事，他的名神圣，他向敬畏他的人实施仁慈，代代无穷。他伸出全能的手臂，驱除狂傲者心中一切的计谋。他把强大的君王从宝座上推下去，他又抬举卑微的人。他使饥饿的人饱餐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他向我们的祖先信守诺言，扶助他仆人以色列。他顾念亚伯拉罕，向他施大仁慈，并且给予他的后代直到永远。感谢慈爱的上帝赐给我们救恩，呼召我们成为上帝赐福的仆人，使我们因这样子而得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